看这个打草机，这要这样装上去，拆下来，然后要把它包好，免得忘记那个顺序。包好以后要套这个，你看套这个，它那个顺序是相反的。我们这样锁，向右是锁，结果他们向右是开，向右是开哦，所以要注明方向，要注明一下，不然用错力哦，不容易开啊。你看有没有？右转是开。这样套通了哦，这套通了，这样套进去，这样右转的是开，右转。我们顺时针方向是开，用这个哦，力臂够强，力臂够长哦，才好用力。这短短的不好用力。这里要先插钢钉，先控制好。你看钢钉穿进来，控制好，才有办法扭得开。这马达不在这里了，可以接那个抽水机。但是这里面有那个抹油的嘞，你看，这里可能要套抹那个牛油还是什么。这个是轴承的意思，很耐高温的嘞。